来这无讲，大家拢唔知。若是万不伊来出车祸，一般拢是先报警，然后伫路边等警察来处理，唔敢随便来耍动车辆。但是讲若因为安尼造成塞车，是会去互开1800块的罚单。安尼是要安怎才好咧？台中的警方来教民众，会当伫车顶准备一支防水笔。这册局就咧卖，一支是30块。若是出车祸，就甲车链甲行驶的方向用这笔甲描落来，然后翕相，安尼就会当耍动车辆咯。若是临时无即种的笔，这胭脂或者是路边的石头啊，马上摕来画。遇到车祸事故呢，别慌张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一定要先到车的后方，按照规定放好警告标志。接下来呢，路上可能有一些小石头，这些小石头可以让你用来画标线，或是我们平常呢到书局里面去买20-30块，准备好这种可以防水笔，用来帮你画标线。若是乌多摆，先将2链的围画起来，搁将挖落土卡的手环甲画起来。若是4链的车，爱画4角，搁一个3角形。方向，我行驶的方向是我由东往西，或是由南往北。画个3角形的时候，就知道说你当时的行驶的一个方向的部分。所以，搁翕相分别是烧野所在前后2车的位置，甲整个事故现场的状况，翕刷就会使刷叮当，因为大部分人唔知影，车祸了无刷车，上较悬会互人罚1800块。台中市前半年就因为安尼开55张的罚单。标志没有到定位，拍照移到路边，好，然后造成拥挤的部分，在马路上，马路如虎口。如果你在道路上多1分钟，危险多1分钟。不过要注意的是，家己画线了刷车是针对无人受伤的交通事故，才会使安尼做。若是讲有人受伤，都要经过双方的同意，才会使画线甲刷叮当。